我同 Rachel 喺入邊係飾演珊姐。Hello，大家好，我係白子，我係飾演 Wingo。Hello，大家好，我係蘇龍蘇陳宇喺入邊飾演爆石啊，戴住黃色帽嗰個警察。大家好，我係徐偉棟，我係飾演雞康嘅，多謝你哋入場支持。大家好，我係謝永欣，我係飾演 Nita，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彭泰賢，我喺戲裏面我係做羅子彤。Hello， 大家好，我係黃志偉啊，我喺戲入邊係飾演保安嘅 ，thank you。大家好，我係唱片尾曲嘅 Local Burger。大家好，我係吳詠詩詩喺入邊飾演開心電視台嘅記者。Hello， 大家好，我係 Lorraine 鄧月平，我係飾演羅子彤嘅媽咪芝麻嘅，多謝大家支持。今晚我哋成千人一齊睇嗰首，呢個感受有冇特別唔同啊？不如咁有平呢邊開始講先啦。睇到呢部戲嗰陣咧，就當年拍攝嘅回憶都翻晒嚟嘅。拍咗2年㗎啦，其實係咪啊？導演年幾2年？4個月。係啦。咁拍呢部戲之前咧，其實好少香港電影係有呢個閒情逸致咧，係圍讀咁多次，同埋真係俾一班主創演員入咗去個景度去摸景。咁場口上面嘅設計咧，其實好多時候咧，男主角都俾咗好多意見，令到我哋嗰個氣氛好緊張。其實一睇翻就記得我哋喺入邊嘅點點滴滴。咁都希望大家睇得開心，同埋記得同屋企人講嘢要好好地講嘢。好特別係因為我哋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度睇呢一套戲啦。咁我覺得可以同觀眾一齊去感受呢套戲嘅節奏同埋呼吸，我覺得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因為我本身睇呢一個劇本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感動咯。所以能夠喺戲院呢一個小盒子度同大家一齊同時間睇呢套戲，咁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 share 出去同朋友講，可以入戲院睇戲啦。咁同埋如果你睇完有啲咩感受或者感想咧，都好歡迎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上網多多講，咁可以令我哋創作者知道大家嘅諗法。多謝。係啊，有做緊 flash 係嘛？我哋特派記者都會望住㗎。又同 Local Burger 傾下偈啦。今次好開心聽到你唱演嘅片尾曲，係咪你第一次為電影唱片尾曲啊？係啊，係啊。哇！好驚喜啊！我都覺得係，因為真係未試過做呢一樣嘢啦。然之後嘅之前試播過一次睇嘅，跟住到嚟到現場同咁多人一齊睇，我覺得係完全兩種感受。即係你真係 feel 到電影嗰個威力係好大嘅，所以希望大家中意嘅話都多多 share 出去咁樣。係啊，已經上晒各大嘅音樂平台，可以再無限 loop 啊，係咪啊？冇錯。我俾掌聲睇，喜歡呢首歌嘅朋友翻去喺其他戲院公費都得。之後同我哋黃志威傾下偈啦。今次睇完戲，你自己感受有冇更加震撼啊？覺得因為其實我係第一次睇啊，咁頭先其實我係未睇完，係啊，咁我頭先未睇完就要即係衝咗，其實所以我之後一定都會再入場睇。我希望大家都會2刷3刷睇多幾次，支持香港嘅電影。Thank you。唔使等我約定係星期4就可以2刷啦，好唔好？就由我哋年紀最輕嘅呢一位小演員，請你有冇感受咧？啱啱睇完。有嘅，因為好好笑啦，有一 part 就係佢又係賴屎嗰 part 啦。然之後我就覺得希望個個人都會中意呢個賴屎 part 啦。所以多謝導演 set 咗呢 part 俾我哋睇。Thank you。好真心啊，小朋友係咪啊？好，最後 Yoyo 咧。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同大家睇啦，所以都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啦。我覺得係一個會令人又笑又喊嘅電影嚟嘅，跟住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感受。咁就希望大家身邊人跳掣嘅時候就多份理解咯，可能佢都唔想㗎。係多啲理解嘅同理心係嘛？好啊，非常之犀利。所以我覺得要跳掣一定要揾啲身邊兩位型男啦，徐偉棟同灰熊，有你哋喺度傍住，好似阿珊姐咁幸福啦，係咪啊？你哋咧，你哋睇完嘅感覺係點啊？阿棟講先啦。現場嘅感覺好開心，因為第一次算係叫做自己有份參與嘅一部黑色幽默電影，咁喺現場都
感受到觀眾好直接嘅反應同埋佢哋當一刻嘅感受，我自己係非常之開心，同埋亦都好榮幸今次真係可以參演到導演呢一部電影，因為咁有意義嘅電影係好難得，同埋劇本真係非常之好。如果大家中意呢部電影咧，希望可以幫我哋多啲 share， 因為正如白紙同埋導演之前所講，我哋都唔想俾人 cut 場，咁啊希望你哋多多支持，多謝你哋。多謝阿鄧。小龍咧，首先我都係第一次喺戲院同大家一齊睇呢個《夢的誕生》呢套電影。咁之前都有睇過試片嘅，咁啊喺間好細嘅房入邊睇過。個感受都有嘅，但係今日喺大銀幕入邊睇個感覺係比之前起碼多5倍10倍。咁所以我覺得相比之下，其實電影真係應該喺電影院入邊睇。咁所以希望各位中意嘅就入場支持呢套電影，睇2次3次，好啊！多謝大家。除咗中意之外，仲要推介埋俾身邊嘅朋友啦，各位學問上有咗。好，之後請我哋嘅 Rico 白紙。我覺得好榮幸可以喺呢個電影度參與，同埋我好喜歡呢個電影啊！我覺得呢個電影好有意義，同埋好真摯我相信我感受到導演編劇團隊想講嘅呢一個故事會唔單止觸動到我，亦都我覺得係觸動到佢自己，佢哋成個團隊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好感動，好有意義。希望你哋喜歡呢一個電影，多謝。大家喜歡都可以俾多啲掌聲我哋感受。之後呢位都好犀利喎，以往我好多演出咧，Rachel 都感動過好多觀眾。但我見今日咧，大家見到你好開心喎，一出場就哇好有你啦，咁樣笑得好開心。珊姐 Rachel 你有冇諗過？咦，今日同大家一齊笑嘅感受如何？係咯。我會覺得好新奇嘅，因為過往演嘅角色比較沉鬱啦，好多謝導演發掘我呢一面啦。但係我會覺得頭先白紙講嘅嘢係好特別，就係我會覺得呢個電影我而家喺戲院睇翻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上下一心嘅團隊，即使可能每個人飾嘅角色或者部門崗位都唔同，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上下部門其實都好想協助導演去講今次佢想講嘅故事，所以就係無論我哋咩年紀嘅演員或者崗位都好專注咁去拍呢個戲咯。而大家睇到嘅景啊等等嘅設計啊，都係一班好厲害嘅美術團隊去構成呢個世界嘅，所以好希望觀眾再入場睇去欣賞，除咗導演啊、編劇啊、演員呢啲平時會睇到嘅嘢，都可以留意各單位好俾心機嘅一個 project 咯，係佢哋。真係好好啊 Rachel 啊，成個團隊咧命運共同體啊嘛，所以希望觀眾都一齊加入我哋啦，一齊撐我哋。我哋呢套戲嘅命運。冇錯，歡迎大家加入啊！就係非常 Rachel 啊，非常之好，你都幾多掌聲 Rachel 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嗱，之後隔離呢位啊，今次嗱 Rachel 又令好多朋友仔睇得好開心，你都令好多朋友好感動喎，見到尤其最後同阿嫲嫲嗰度，你自己又知都有冇啲鼻酸咧 Yuki？ 有啊，啱其實準備鼻酸下咧，我就拉咗出嚟。就過咗嚟呢度同大家打。冇錯，因為其實我都係未，雖然之前睇過試片啦。但因為嗰個係一個好早期嘅一個版本，真正銀幕咧，我都要後日先有機會再睇埋佢，因為我爭少少都未睇晒。係啊，但係講翻今次嘅製作，首先我好多謝導演啦，亦都好多謝電影公司，因為佢哋好有勇敢啊，會選擇咗我呢個新人去飾演德仔呢個角色。喺接到呢個劇本嘅時間入邊嘅，同導演傾咗好多偈。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好溫柔而好有力量嘅人，所以佢寫到一個咁樣嘅故仔。呢個故事其實佢寫得好好，喺劇本方面已經好紮實。咁其實我哋只需要盡咗我哋嘅本分去演好佢，幫佢講咗佢想講嘅故事，亦都好多謝佢寫咗個咁樣嘅故仔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呢個故仔，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呢部電影 share 出去，俾多啲朋友知道。有一套咁樣嘅電影，多謝大家。多謝你自己嘅努力，多謝你哋每一位嘅努力啦。導演一定要問你一個問題啦。導演曾經喺啲訪問我，你話你心入邊呢一班演員係最好嘅演員嚟嘅。你今晚同大家喺大銀幕一齊見證住，你係咪更加可以肯定咁樣講出呢句，即係更加認同自己呢個想法咧？從來冇懷疑嘅，完全冇懷疑過。咁我甚至應該先講聲對唔住先啦，即係夾硬拉咗你哋出嚟，你哋係啊，你哋係冇完成晒成個電影。咁
我自己都即係其實揾佢哋嘅時候，咁都感受到佢哋中意個故仔各方面。咁其實我自己一直都好驚係辜負咗大家嘅期望，或者係啦，即係我拍得唔夠好，咁佢哋嘅心血都唔會停到。咁唔止佢哋啦，幕後嘅團隊都中意呢個故仔，咁好驚會辜負到大家。今日聽到個反應係希望冇。所以一部喜劇真係冇有咁簡單啊，係咪啊？要經歷好多眼淚，好多唔容易嘅事啊！一齊俾多啲掌聲，導演多謝你嘅努力，導演你都係非常之努力，寫好個劇本，拍好一套好好嘅戲。好啦，咁最後呢個時候，不如導演都代表我哋團隊有冇啲説話同觀眾講咧？好，正式上啦，因為我哋係啦，6月18，多多支持啊 ，share 俾朋友，係啦，戲院見。好想再聽我哋分享嘅話，後日開始又可以嚟戲院。我哋 V 咗好多謝票場，希望再時再見到大家。再一次多謝大家嚟到今晚支持我哋一個無名誕生嘅首映。咁呢個時候有請我哋嘅團隊同觀眾影張大合照啦，好唔好啊？又有一個好團結嘅 good photo 啦，我哋嚟到走廊呢度啊，或者第一行中間嘅位置啊，好唔好啊？多謝晒大家，亦都多謝今晚全場嘅觀眾朋友鼎力支持。係啊，呢個位非常之好啊！ Rachel 呢個位非常之好，係啦，呢度可以大家逐漸往前少少，係啦。好，咁我不如今日咁負呢個後一齊做一個一字嘅手勢啦，代表一個部分。你哋想心心啊、花花都係可以嘅，你哋開心就得㗎，因為我哋呢套就係令大家開心嘅。好，呢個時候望一望我哋相機，係啦 ，ready 啦，大家。好。哇！越夜越有精神啊，好犀利啊！好，拍多個 story 得唔得？今日咁開心嘅時候，我哋嚟多次一個部分的讚聲，揸緊宗旨，係啊，好堅定咁講出嚟嘅，好唔好？我哋望住電話呢度咯，好嘛？準備1、2、3。多謝你哋嘅支持 ，thank you！ 記住呢個部門的獎6月18號顯演，再次多謝導演同埋團隊每一位演員，仲有好似頭先 Rachel 話聲，哈哈台前幕後每一位工作人員都多謝你哋嘅付出同埋貢獻，多謝大家支持香港電影。今晚嘅所有相同埋 video， 請大家可以隨時喺 Flash 度出 post 啊，多啲支持我哋，多啲寫下呢套嘅影評，希望可以俾更多香港嘅觀眾朋友看見呢一部更有心嘅作品。多謝你哋，希望好快戲見佢。係啊，因為另一週末我哋已經有謝票場即將會出爐㗎啦，密切留意我哋社交平台嘅公佈。Thank you。